同时间了，玉美老师呢，当伊就同感恩呢，同幸福的讲哦，可以身体健康，同大家分享瑜伽动作。好，今日搞我也两则动作，还有玉美老师庆喜福呢。好，上半段分上半段，好个下半段的动作，安样的呢来做，可以让人的身体保持呢，像玉美老师53岁身材还无变形，好还可以动健康哈，秘密讲给大家听的，好。因为跟人讲，什么人的年纪为本分人低啊哈，唔怕啦，反正最暗的，现是最暗的，哈，也还人脚打开来，哈，同样啊，同样脚掌的位的哈，脚带位的迄按压髋关节的宽度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然后上半身呢伸展跟扭转，好，向当方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向下来，好，够吸气，都要数。好，慢慢的数，沉出来，对呀。好，前后两个数可以超过2公。好，然后玉美老师都侧边做，好，向前。好，做下简单的位安尼，看难的位安尼。好，简单安尼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右边，向后背。向左边，好，安尼较简单的哦，乡亲朋友。假使讲你平常较无运动的人做较简单安尼，你眼前呢，一只动作非常的好，安尼你眼前呢，强的做好哦，安尼让两个穴位做圆形的运动，好，要玉美老师做下慢的位啊哈，两个数呢，要超过2公，好，因为安尼你都看得到啊，身体的扭转，啊，到正面你还看不清楚，等下让你真来，好，安尼数都要，安尼，好，向前，也较简单的哦，玉美老师做简单的哈，一滴嘞，右片，后背，转到左边，转到前面。好，过反方向啊，有右片就有左片哈，左片旋转，后背，右片到前面，安尼，再一次来，好，吸气上来，不用强松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乡亲朋友。也下玉美老师练的呢，迄简单的哈。假使讲伊的进步，唔当伊练，然后做较深的，哈。也做较深的以前，还会犯的错误，做迄还冇注意到的，你看哈，你看到吗？安尼迄背骨骨的，安尼唔错的哦，安尼也胸会压迫住胸闷了哈，安尼。可以美老师说，安尼咩唔怕？你看到吗？伸出来，改到哦。好，你总会头去竖向前，思维向后背来出来，来上来。安尼脊椎就是吃的，就唔会强的，哈，也係最起碼最基本的兩個脊椎的伸展，好，它沉的位。好，看难一些的，向前，向右边，向后背，向左边，也有基础些哈，你做到3分1个后再来，好，向左边，旋转。向右边，向前面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向强松，再来，好，乡亲朋友有看到吗？人都这动作是玉美老师最喜欢，有洗澡最喜欢哦，好，庆喜文的动作，因为那呢。身体向当方来的时候，身体向当方来，所有
夹在耳朵旁边的时候啊，那个肉哈，那个肌肉哈，那个脂肪啊，就唔会向顺方，就不会向外长。哎呀，脂肪啊，那肉就唔会安尼因太口吃臭的啦，只会因结实，人只会因鼓起来。好，也哈，因为老师正面做解刀啊哈，也系上半段也是要动创药，动创药又动后座，又动效果又非常好。你一听到学起来哈，一定要注意啊哈。好，也哈都因为老师从头做解刀，向前面吸气，好，十指交扣，好，慢慢的向上来，慢慢的吸气，动向输的。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超过耳朵后面，简单的哈，前面。唔假使讲吼，唔爱起唔脏，你脚可以较快的喂，前面，右片，后背，一系列之后，来开来，肚子来开来，左片，前面，3度哈，第2度，吸气。扩胸旋转，扭转，吐气，左边，前面。第3度，吸气，透气，好，扭转，好，左片，前面。也唔会按难哦，动简单有效果，动好哦，左片。身体规个做错到了，扩胸，右片，前面，第2度，臂流动，吸气，旋转，不用强松，前面，记得咯，要2个来出来哦。好，到前面，好，吸气上来，好，吐气，是打开来，好，开始透气，吐气，不用享受，放下来，好，不用享受，调息一下，好，头再数着了一下，好，很前面有听我做嘛？有什因为老师讲我按舒服嘛，你要做张低啊，唔看唔低啊哈，好，也系上半段的扭转，够也下下半段的个两个穴位个髋关节，那这动作要动舒服，你随时就可以做，你起点看电视也喊你看电视起点也可以做，好，同样也脚，打下开就会较好起较踩较稳，你按哪方，你会起唔踩，会知道人无稳用的，你打开来看，好，都要你下身体头脑冇停动，好，左手叉腰，头脑冇停动，向前，向右，向后背，向左边，向前面，用一只髋关节哈，安尼松，安尼画圈圈，就系用两个穴位啊，用两个穴位个臀部安尼画圈圈会动舒服。通常哈，你知道安尼，好，你们看啊，跟英语老师肩头也停痛，头脑也停痛。安尼效果冇按好，对啊。你这像玉美老师讲有方法，你这样可以试一下，好，从两个数不用个头脑哈，肩头冇停痛哦，你做个都好反方向啊哈，跟下右片到左片，跟下左片到右片，来前面，左片，后背，右片，一只动作哈，做起来动轻松，效果又动好。好，大家跟我做哦，乡亲朋友，你期待有同玉美老师跟我做嘛哈？安尼松一下前面，你手叉腰咩？好，左片、右片，好，你假使讲，你缩的哈，你是数多呀？好，看来哈，1、2，啊，然后讲啊，安尼做的话哈，人穴位看唔会损痛，好，穴位关节看唔会退化。啊，因讲医生西医要有一句话讲，有刺激才有臀肌，有刺激你骨头，才会臀肌你骨质密度，看唔会骨质疏松。好，转来，好，够转了去吐气，好，回到原位。做个哈呢，你这右片
差唔多算5到10度，左片5到10度。你看噶迄都用眼肚脐眼，肚脐眼向头那东方，好，人家迄日东方诶，也喺下部日下部诶，也倒起来迄一组诶动作。当然随时嘛个动作唔记得咧，所以记得玉梅老师讲叫啥动作，好，东方诶后背，人个玉梅老师做解刀哈，简单诶，好手叉腰，好，你头拿，你可以头拿当不用一本书，好，冇做不用一个毛巾，好，你手叉腰哈，安尼练，你们是懂享受啊，是懂舒服吸气。吐气，完全朋友也唔同啊！你看爱唱话，你看那福利类节目看话，你就期待安尼哩，安尼呢，人腰尾没有尾鱼度，好，人腰尾不会变细，好安尼，好反方向，也，好安尼当舒服哦，安尼看不太球啦，好，你期待呢，你期待呢咩？喊咩喊得呢啊？你做安尼哩，好记得咯。你假使迄唔记得，也头脑我挺同意，能用的呢？安尼，记得看玉梅老师安尼啊，头脑竖，不用我头脑当方，好，左手叉腰，安尼当舒服啊，安尼样腰的25页我变24页，30页反方向咯，30页我变28页，安尼就是减肥计划成功又简单，安尼是懂容易做的事情哈。古时候玉梅老师讲的生活瑜伽，就可以讲都不卡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做。好，做完以后吐气转来，好，脚松松啊。好，也还按迄起点做哦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的生活瑜伽就是行倒来、走倒来、起点、坐点、睡点，全部是有瑜伽动作。无按好，运动有按好的可以，运动你行路就行到脚到一时，走迄个就走到。好，上气不接下去。那瑜伽呢，当缓和又可以做当深层。好，也下玉梅老师，坐下来，好，搞大家坐定了，坐定来。好，刚刚那个坐定那个安尼扭转了，同样可以做。讲下背个咩可以同样做哈。人家上半身伸展哈，有量的一个数，不用弄压一脚趾头，同样哈，安尼也会安尼松。好，讲人家按照打果汁啊，好磨豆浆呢，安尼，好顺方摇吐气，好吸气的时候同样安尼，好来安尼，有冇安尼迄个摇尾啊安尼，好摩擦摇尾安尼，转摇尾，你看那转安尼来去全部安尼来倒来，安尼来倒来，好摇尾上半身挺动，安尼要做得坐得坐。好，你记得哈，右片，好，安尼，同样啊，头脑要无停通啊，乡亲朋友，头脑都中间，吸气，吐气，当向数啊，你肚子吐气去，来落去，数落去啊，吸气，吐气，安尼头脑，你数标个头脑当无停通，个由右而左，个由左而右，反方向了哈，左片，右片。好，安尼要同样做到加上单方的加个动作，数标好也头拿当，右片做几多多，左片就做几多多。好，做好些吸气，坐上来，脊椎标上来，调一下呼吸，慢慢的头皮同样肚子都要吸气，肚子抬起来，吐气，肚子收缩，多吸气，肚子抬起来。吐气，肚子收缩。好，动作做好些，同样。好，刚才那竖起来，同样安尼哈，同样前面右片后背，你坐得没同样可以的，坐得没同样安尼哦，坐得没同样安尼效果。好，go反方向，记得咯，那个叶尾要来出来。好，安尼画圈圈，安尼同样。效果没同样，好，你抽开去，你就爱按那里，好，慢慢的吐气放松，好，慢慢的用享受，吐气，好，乡亲朋友，玉梅老师那个生活瑜伽呢，没有借口，没借口讲，没时间，没好做，没借口很难事啊哈。你坐等身体滴滴啦，身体舒爽啊，你就会带给你健康，带给你能量，带给你一天的开心。
好，今日运动制作都要记得咯，当日做